BFS DSE 2022 MC 第5題。咁呢題咧其實就唔係真係咁難嘅，不過咧佢有啲字眼咧就可能都幾陰濕下。首先咧，大家要留意咧，佢個開頭咧係講緊2021年4月1號啦，大衛咧就存咗一啲嘅錢去銀行，就係30萬啦。咁咧跟住仲要係每季去計覆利息嘅。咁去到年尾嘅時候就問你佢究竟可以得到幾多嘅利息喎？咁所以咧，首先大家咧要留心嘅咧就係、大家要畫翻條時間線咧。其實咧有一個時間線咧係由呢個2021年嘅4月1號去到2021年咧嘅12月31號。咁如果佢每季去計利息嘅時候，大家要知道每季其實幾多咧？一年有4季，所以每季咧就係3個月啦。咁究竟由4月1號去到12月31號有幾多個月咧？咁好多同學就可能就咁將12減4就以為得8個月啦。咁大家諗清楚先，攞隻手指出嚟計一計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其實係有9個月嘅喎。咁即係其實咧，由4月1號去到12月31號咧，係有3季嘅。咁OK，一季、兩季、3季，好啦，各是3個月啦。咁你要寫翻究竟其實佢將30萬咧放入去，咁跟住咧會即係計3次嘅利息啦。咁究竟計咗3次之後，佢每一次有4% 嘅利息，跟住利息生利息嘅話，咁究竟係有幾多嘅利息生出嚟？咁我哋首先要將30萬乘以1加4% 嘅3次先，就揾到個本利和啦。咁之後我哋記住今次要計利息就要減翻30萬，咁所以咧今次嘅答案咧係D 9090蚊啊。